可能會有少少痛喎，你忍下。由細到大受嘅傷多過讀嘅書，呢啲咁嘅傷算得啲乜嘢？何初三，你咁大力做乜嘢啊？话还是不要说太满。BL剧初3的6·1儿童节由宁夏的精英大学生何昶熙与黑帮恶霸何衍昭所主演，两人的黑道罗曼史让粉丝期待感拉满。何初三，拉過嚟食飯。好。如果有一日有咁嘅一個人出現喺你生命中，千祈唔好猶豫，唔好逃避，你要用盡全力緊緊捉實佢。你冇事嘛？冇事。可能會有少少痛喎，你忍下。我係邊個啊？由細到大受嘅傷多過讀嘅書，呢啲咁嘅傷算得啲乜嘢？何初三，你咁大力做乜嘢啊？你面上都有傷啊，你過嚟啊，我幫你搽。係啦，嗰日喺後台，小妹問你乜嘢？佢問我乜嘢係愛情，你點答嘅？其實我都唔知啊。呢次係我第一次寫愛情故事。你寫得好曳啊！不過書入邊有講過嘅，愛情係一個人不顧一切救另外一個人嘅時候產生嘅。陸偉哥，你點解要救我啊？何初三，你真係